族類人天品第13。爾時世尊舉金色臂，右摩地藏菩薩摩訶薩頂，而作是言：地藏地藏，汝之神力不可思議，汝之慈悲不可思議，汝之智慧不可思議，汝之辯才不可思議。正使十方諸佛讚歎宣說汝之不思議事，千萬劫中不能得盡。地藏地藏，既吾今日在忉利天中，於百千萬億不可說，不可說，一切諸佛菩薩天龍八部大會之中，在以人天諸眾生等未出三界，在火宅中者，付囑於汝，無令是諸眾生墮惡趣中。一日一夜，何況更樂五無間及阿鼻地獄，動經千萬億劫，無有出期。地藏，是南閻浮提眾生，自性無定，習惡者多，縱發善心，須臾即退。若遇惡緣，念念增長。以是之故，吾分是形，百千億化度，隨其根性而度脫之。地藏，吾今殷勤以天人眾付囑於汝，未來之世，若有天人及善男子善女人，於佛法中種小善根，一毛一塵，一沙一滴，予以道力，擁護是人，漸修無上，勿令退失。復次地藏，未來世中，若天若人，隨業報應，落在惡趣，臨墮趣中，或至門首，是諸眾生，若能念得一佛名，一菩薩名，一句一偈，大成經典，是諸眾生予以神力，方便救拔，於是人所現無邊身，為碎地獄，顯令生天，受勝妙樂。爾時世尊宜說偈言：現在未來天人眾，吾今殷勤付囑汝，以大神通方便度，勿令墮在諸惡趣。爾時地藏菩薩摩訶薩胡跪合掌白佛言：世尊，唯願世尊不以為累。未來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於佛法中一念恭敬，我亦百千方便度脫是人，於生死中速得解脫。何況聞諸善事，念念修行，自然於無上道，永不退轉。說是語時，
會中有一菩薩名虛空藏白佛言：世尊，我自知刀利聞於如來讚歎地藏菩薩威神勢力不可思議。未來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乃及一切天龍聞此經典及地藏名字或瞻禮形象，得幾種福利，唯願世尊為未來現在一切眾等略而說之。佛告虛空藏菩薩：諦聽，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說之。若未來世有善男子善女人，見地藏形象及聞此經，乃至讀誦香花飲食衣服珍寶布施供養讚歎瞻禮，得28種利益。一者天龍護念，二者善果日增，三者集聖上因，四者菩提不退，五者衣食豐足，六者疾疫不臨，七者離水火災，八者無盜賊厄，九者人見陰莖，十者神鬼助持，11者女轉男身，12者為王神女，13者端正相好，14者多生天上，15者或為帝王，16者宿自明通，17者有求皆從，18者眷屬歡樂，19者諸橫消滅，20者業道永除，21者去處盡通，22者夜夢安樂，23者先亡離苦，24者宿福受生，25者諸聖讚歎，26者聰明利根，27者瑤池敏心，28者不竟成佛。復次，虛空藏菩薩，若現在未來天龍鬼神聞地藏名，禮地藏形，或聞地藏本願示行，讚歎瞻禮，得7種利益。一者速超勝地，二者惡業消滅，三者諸佛護臨，四者菩提不退，五者增長本力，六者宿命皆通，七者不竟成佛。爾時十方一切諸來不可說，不可說諸佛如來及大菩薩天龍八部聞釋迦牟尼佛稱揚讚歎地藏菩薩大威神力不可思議，但未曾有。是時忉利天與無量香花天衣諸應供養釋迦牟尼佛及地藏菩薩已，一切眾會屈服瞻禮，合掌而退。地藏菩薩本願經卷下讚。地藏本誓
較量驚恩，龍殘暗啞是前生。今世奉大承，福利無窮，決定保連生。南無地藏王菩薩摩訶薩。南無地藏王菩薩摩訶薩。南無地藏王菩薩摩訶薩。地藏讚。地藏菩薩妙難論，華嚴金融處處分，三途六道聞妙法，四生十類蒙慈恩，明珠照徹天堂路，金石震開地獄門，累劫親恩蒙接引，九蓮台畔禮慈尊。南無九華生幽冥世界大慈大悲地藏王菩薩，願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若有見聞者，悉發菩提心，盡此一報身，同生極樂國。